你不練就虧大了。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不學太極，一種是不重視自己身體的人，一種是還沒體驗過正宗武當太極的人。你要是想下個月再來學習太極，那可以或走不來了。這麼好的課程，錯過就太可惜了。建議你呢，不管現在學不學，都先領取一套。很多50歲以上的同修啊，跟我練了一段時間以後呢，身體的問題明顯改善，腿腳有力，狀態越來越年輕。這個由我開創的武當太極功法，動作呢簡單易學，不用擔心年齡大沒基礎。有事沒事打開手機就能跟着學習。只要你認真學完，就可以幫助你促進氣血的流動，調動五臟六腑，恢復精氣神。名額有限，現在點擊視頻下方就能領取。